Hello，大家好啊！我係大力，歡迎嚟到圖表派。今日係2026年4月13號星期日，我哋嚟到日分析嘅環節，咁一齊嚟回顧下大市嘅走勢。我哋去個免責聲明先，本頻道所有內容純屬技術分析及個人觀點分享及教育用途，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、買賣推薦及指示操作。金融市場交易涉及高風險。價格可升可跌，過往走勢不代表未來表現。所有投資決策經理人負責及諮詢持牌財務顧問。OK，我哋開始望望美金橫行區間喺度震盪緊啦，跟住日月就下跌，美股未開盤咁睇恒指今日落翻呢個位，落翻下面收咗支前嘅收咗支針，跟住抽翻落嚟。今日突破咗前面個低點，睇下會唔會落翻前方嘅支撐位置，睇下會唔會做呢啲樣子，落翻嚟呢個支撐位置先，可能再向上攻。暫時會咁樣睇先嘅。咁依家會睇一睇夜期，睇下佢會點樣。夜期都係一樣啦，都係咁。上次有講過一個橫行區間跌破咗，依家睇下佢會唔會回測嘅向下踩翻呢個位置支撐先。上證比較靚啲，上證就真係繼續 keep 住踩前頂，一頂高於一頂，咁呢個做個小回調，睇下佢係向上定向下。呢個比較 tricky，但係暫時睇到佢呢一個上升段比較弱，呢個上升段比較弱嘅時候，睇下會唔會落嚟多一次，做一個二次測試先上，又或者睇下會有啲咩反應，因為呢個佢喺前面嘅阻力位置，咁但佢下跌嘅動能都唔係話特別太強嘅，係啦，咁就要再睇留意佢走勢。跟住有呢個金就講緊啦，呢一個交匯處多空都有可行性，咁就一個上升趨勢線啦，一個類似楔形嘅走勢啦，見到就咁前方阻力位置啦，咁有講過上次我有講過，之前喺度做咗個 long 啦，呢度做過個 long 啦，跟住頂住咗一個假突破回測落翻嚟嘅時候，就推咗保本啦，跟住就入翻反手做翻一個向下嘅操作，跟住就呢度落到嚟未食嘅呢一注未食，咁就今日就一開始就 gap 單咗落嚟，跟住抽咗啲針上嚟，因為都冇睇到佢落到嚟，咁樣呢，依家就睇佢個走勢點咯。我就 hold 住緊，咁就睇會唔會打多個延伸啦，係啦，因為佢破咗趨勢線位置啦。咁破趨勢線我就應該會偏向睇落多啲嘅，係依家比較偏向睇落多啲。咁你話如果佢係流動性方面，我覺得可以試到呢一關咯，即係下一關可以睇一睇呢個位置先。因為如果佢落咧，都可能會開唔好急。即係如果可以有機會啦，可能喺度加多注啦，係啦，咁樣嘅回插，咁嘅落嚟啦，係啦，跟住就有就好好彩，我以為佢會打落到嚟試多次先，咁就冇打到，我直接擺下方，咁就證明佢呢度有個 support 啦，一上嚟 gap up 咗上去，今日咁上咗嚟，咁睇下佢會做一個震盪先定係點樣？咁因為我目標係暫時呢個藍色線嘅阻力位置前底，睇
但係未到，仲有一個區域係啦，仲有少少區域，咁佢又唔係話嗰個 reject 個力量太強，喺度做嗰個震動啫。咁睇可唔可以踩翻前頂嘅延續，係啦，呢個係有跟住就比特幣，比特幣都係 support 翻前底啦，都有講過，睇會唔會 support 抽翻落嚟，睇會唔會 support 得個前底先。咁佢見到其實佢個阻力都好大，一二三四次咁樣抽落嚟，一個大動力，咁樣就破呢個位先，可能再睇跌，咁就睇佢呢位 support 啦。佢 support 到咧，咁就繼續延續；support 唔到咧，或者佢可能試多次呢啲位置前頂嘅位置就落得。咁大家就要小心啲比特幣嗰個走勢，因為佢行一個通道，佢落嘅機會係大啲，因為大順勢，呢個係小調整，我會咁樣去認為佢，類似呢啲咁樣。以太幣，以太幣就繼續踩翻啦。之前有講過呢度做一個回測上前頂呢啲位置可以食咗，咁就頂翻住落嚟。咁呢一注冇咗啦，咁就哇睇到其實都偏弱勢，以太幣同比特幣嗰個動能真係偏弱勢啲啊！我覺得未必可能升得起添，因為佢而家係一關落嚟，呢一關有機會繼續穿落去，咁就大家小心啲比特幣同以太幣個走勢，因為都幾靚下。其實佢呢支向下突破我見到，係啊，佢抽完上嚟，跟住好多散戶可能呢位入場，跟住一嘢做一個假突破，係啦，跟住做一個咁嘅調整，可能呢啲仲可能有一個機會向下 short 添，就可能突破呢啲位置啊 short 咁樣咯，係有機會係咁樣。咁就大家留意下。好，今日係咁多先。如果大家鍾意，可以俾個 like、subscribe，跟住同埋 share 出去。好，多謝大家。